大家好，歡迎嚟到 PowerTaker。今日同大家介紹如何利用我哋嘅 K 線反轉同埋咧天匯嘅指標結合嚟到分析個股嘅走勢。咁呢裏面好清晰咁睇到啦，我哋由左邊呢個位置下跌之後咧，K 線喺呢個位置走出一波下跌，隨後慢慢反轉向上。咁亦都可以通過成個結構咧睇到佢係一個圓弧嘅倒影嘅。咁直到呢個位置咧，我哋出現咗咩咧？第一喺指標方面明顯睇到倒影力量咧喺低位又出現咗紅帶轉綠帶，下方呢個短中線指標咧出現咗紅區轉綠區，紫色嘅巴量能放大，紫色嘅巴量能放大其實就係主力資金開始拉升做多。咁黃金坑咧係提示呢個位置咧有個底部主力抄底嘅。首先第一個，我哋係可以睇到呢個圓弧底嘅一個倒形出現，但係倒形出現幾時結束或者幾時出現拉升咧，就可以通過指標嘅結構，因為我哋都可以睇到下方呢個位置紫色嘅巴咧係急劇咁放大，亦即係話多頭主動嘅突破壓制開始拉升，所以我哋都可以睇到。以實際案例為例，首先喺呢個位置咧，我哋先由 K 線結構嚟到分析。通過 K 線結構，第一我哋可以觀察到底部位置呢個位置咧有明顯嘅我哋嘅呢個圓築底嘅一個狀態。首先咧下跌之後咧係慢慢探底之後回升。咁喺結構當中幾時會出現明顯嘅破位向上咧？咁喺呢個裏面咧就以前呢個位置同埋呢個位置嘅呢個狀態。而呢個位置同呢個位置嘅狀態咧，第一我哋要參住有咩咧？佢底部嘅一個形成嘅一個結構，所以咧就需要用到我哋嘅指標，因為指標裏面嘅倒影力量啦，同埋咧我哋嘅黃金坑短中共振就可以好清晰咁幫助我哋解決呢個問題。咁知道黃金坑就位置就代表咩咧？呢個位置嘅底部形成，底部形成之後咧，佢就會由左側嘅下跌到右側嘅上升，同埋咧由結構當中我哋都可以睇到呢個位置咧有明顯嘅紅。短中嘅指標咧出現咗明顯嘅紅轉綠，咁話明咩咧？話明嘅一個下跌嘅動能已經消散，轉入上升嘅動能。咁慢慢探底反轉向上嘅時候咧，幾時破位咧？就觀察到下方紫色嘅巴有一個強勢嘅放大。呢個強勢嘅放大咧，就話明咩咧？話明我哋嘅呢個 K 線結構咧已經出現咗明顯嘅一個突破行為啦。所以咧，我哋可以由呢個78蚊呢個位置，即係話啦，我哋嘅倒形反轉完成嘅呢個結構裏面咧去做多嘅。OK， 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多謝大家。記得訂閱加點讚，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